今朝頭早就好高興可以喺呢度咧為大家去介紹物理治療喺脊柱側彎方面嘅個治療方案嘅。好嗱，喺開始之先咧，就想問下在座嘅家長啦，有冇曾經同自己嘅仔女講過，都係因為你坐喺度睇 iPad 啊，攤喺個 sofa 度打機，又或者係孭書包孭得太重，成日高低膊，結果就有側彎啦。我以前就間唔中都聽見啲家長咁樣同我講嘅，咁個小朋友當然就話唔係啦咁其實咧又的確唔係嘅，因為其實脊椎側彎咧唔淨止係姿勢不正嚟嘅，佢其實係一個結構性嘅改變，佢唔單止個側彎角度要達到10度或以上，仲要包埋一個脊椎嘅旋轉，而個脊椎嘅旋轉咧，無論你姿勢幾差咧，你都辦唔到嘅，做唔到嘅係。不過，雖然脊椎側彎嘅成因唔係因為姿勢不正，但係如果你有脊椎側彎嘅話咧，其實你嘅良好姿勢咧係好重要嘅，係對你長遠嘅脊椎護理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原發性嘅脊柱側彎基本上咧，其實喺發育緊嘅少年人嚟講，大概只係2至3% 度啦。要進行一個保守治療，即係要戴架啊、做運動啊，其實只係得10% 度。最後需要做手術嘅係0.1至0.3%。咁成年之後側彎會唔會停止惡化咧？即係會唔會凍結咗咧？咁就要視乎當你發育完成時，你個脊椎側彎嘅個角度啦。如果你發育完成時，你個側彎係大過30度嘅，仲要係坐落喺個腰椎嘅話咧，咁到你成年之後咧，你面對嘅個健康風險係講緊個腰背痛啊，就會比較高嘅。咁如果你發育完成時，你個側彎度數係大過50度嘅，咁基本上已經係醫生會請你即係做手術㗎啦，係要。咁點解會咁咧？當我哋成年之後，如果你個側彎嘅度數咧係比較大嘅，喺仲特別係喺個腰椎嘅話咧，其實佢會嚴重影響你個體態結構，佢係會失衡嘅。你個重心咧係會偏埋去一邊，咁令到嗰一邊嘅脊椎骨同埋個椎間盤啊，同埋啲關節，佢受壓係會比較大啲，亦都會日後隨住時間咧，佢係會退化得快啲嘅。而亦都因為咧側彎嘅嗰幾節脊椎骨缺乏一個正常嘅活動，所以佢會僵硬。跟住脊椎凹咗落去嘅嗰一邊啦，即係個側彎凹咗落去嗰一邊嘅肌肉咧，因為喺一個比較縮短咗嘅位置，佢係長期得唔到一個伸展，佢亦都發唔到力。而個背肌咧，其實係我哋個核心肌群入邊好重要嘅其中一個肌肉嚟嘅。當你個背肌嘅力唔夠，用得唔好嘅時候咧，後生嘅時候其實你係唔會有啲咩特別嘅問題嘅。但係當個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個人會好容易中前啦。再加埋唔單止中前，加埋個側彎嘅話，你係有啲向前傾，仲要係有少少側埋一邊嘅。咁呢個長期一個唔好嘅姿勢咧，係會令你好快出現呢個腰背痛㗎啦。咁有腰骨痛當然會影響我哋嘅生活啦。所以物理治療其實睇嘅唔淨止係發育緊嘅青少年啦，有脊椎側彎，亦都係會睇埋成年人同埋年紀大嘅老年人嘅。咁喺青少年快速成長期啦，個目標就一定係啱啱關教授講嘅，盡量減慢或者預防個側彎惡化啦，最終避免做手術，同埋係盡量矯正一個姿勢，減少個體態失衡。我哋而家採用嘅係斯萊特嘅療法啦，呢個療法係脊椎側彎特定物理治療運動之一嚟嘅，係由德國一位名為 Schroff 嘅女士喺1921年創立。呢個運動係一個3個維度矯正脊椎側彎嘅運動，包括咗修正個脊椎嘅側向偏位啦，減少個脊椎嘅旋轉，同埋最重要嘅係矯正個姿勢。而矯正姿勢咧，唔係講緊做運動嘅時候嚟見我哋嘅時候嗰一刻嘅矯正，係指緊要將呢個姿勢融入去你嘅日常生活入邊，包括你坐啊、企啊、行啊，你都要保持呢個姿勢，最終先至係叫做成功同埋有效。
咁斯內特嘅療法啦，同大家好簡單咁介紹一次。第一當然係包括一個脊椎側彎檢查啦，跟住係制定一個個人化嘅運動方案。而呢個方案咧係一定根據患者嘅側彎分類去度身訂製嘅。所以如果你有脊椎側彎咧，上網去睇 YouTube 咧係唔得嘅，係唔可以咁樣去學嘅。即係我知道其實好多人都係咁嚇。咁跟住我哋會教個病人做個斯內特嘅運動啦，一陣間會再講多少少，然後會制定一個家居運動計劃嘅。咁斯內特運動點做咧？第一我哋係講個姿勢矯正，個目的係要減少姿勢嘅唔對稱啦，盡量伸展凹陷咗落去嘅身體部位。咁呢個方法係點做咧？我哋係由下而上嘅，即係話先睇對腳嘅姿勢，因為對腳點樣擺咧，係會影響你個盤骨嘅姿勢。盤骨咧會影響你個腰椎，你嘅腰椎嘅姿勢會影響你個胸椎嘅姿勢，胸椎嘅姿勢亦都會影響你個頸同埋個頭嘅姿勢。無論係坐同企都一樣嘅。例如，如果而家你坐喺度係翹腳嘅話咧，翹腳呢個姿勢咧，其實係令到你個盤骨咧係向後傾嘅。向後傾嘅時候咧，你嘅腰椎咧就跟住會彎嘅啦。彎多啲嘅時候咧，你個胸椎就好難挺得直嘅。挺唔直嘅時候咧，其實你個頸咧係要用多少少，即係個肌肉要用多少少幫佢去 hold 住嘅。長期咁樣坐咧，年紀大啲咧，你就會腰背痛嘅啦。所以如果想避免呢個咧，就坐喺度最好就唔好翹腳啦。跟住我哋會教個病人利用一個核心肌群去做一個令到個身體嘅建立一個基礎張力，然後再做一個軸向嘅伸展，同埋亦都會因應個病人嘅側彎去做一個矯正身體嘅側移。我咁講完，我諗大家應該唔係好知我講乜嘅。一陣間我同時咧會向大家做一個示範嘅。咁喺保持住啱啱嗰個姿勢啦，矯正咗嘅姿勢啦，要 hold 住咗啦，跟住就會用個呼吸去矯正同埋撐開凹陷咗落去嘅身體部位。喺做緊呢個呼吸嘅時候咧，即係要顧住個姿勢啦。做緊個呼吸運動嘅時候咧，要用特定嘅肌群去幫我哋去拉扯側彎呢個脊椎。咁完成咗成個運動之後咧，會再次提醒個病人要維持翻啱啱矯正咗嘅姿勢。即係當你行出物理治療部嘅時候咧，你最好都俾我哋見到你可以保持到呢個姿勢嚇。跟住咁就要靠家長啦，喺生活上咧盡量提醒佢快啲做翻好你嘅姿勢，呢個係好重要嘅。咁做斯內特運動咧，其實要做得好咧，係要有幾個條件嘅。第一，要有足夠嘅訓練強度啦，係講緊咧，其實你翻屋企做運動咧，起碼每個禮拜做5日，最好係日日做嘅。咁每次咧最好做30至到45分鐘嘅。咁聽落係咪好困難咧？我相信在座可以即係每個禮拜做5日運動嘅人士應該唔多，我諗10個手指都數得晒㗎啦，係。但係呢啲脊椎側彎嘅患者，我哋講嘅唔係講緊1個月，每個禮拜做5日，可能係講緊1年，要堅持2年，所以聽落去係咪個挑戰性好大咧？係會嘅。咁所以我哋都即係希望家長喺度可以盡量即係配合啦，俾小朋友有多啲嘅時間去做運動啦。另外個運動咧係需要正確執行嘅。因為斯內特運動咧係一個針對性好強嘅運動嚟嘅，做得好，做得足，佢會幫到你，唔單止可以減慢個側彎嘅惡化，甚至你做得好勤力嘅話咧，起碼做半年以上1年，你都可以堅持到嘅話咧，甚至個側彎度數係可以減低嘅。所以調翻轉啦，如果你做錯嘅話會點咧？咁係會反效果嘅。所以咧，基本上教病人呢個斯內特運動之前咧，我哋一定會問病人一個問題嘅，就係你係咪可以每2個禮拜或者3個禮拜、4個禮拜都嚟見我哋？如果做唔到嘅話咧，我哋係唔會教嘅嚇。咁跟住去到成年時期啦，就會好快出現呢個腰背痛啦，20零30歲。
喺成年時期，我哋嘅目標自然係要維持軀幹核心肌群嘅強度啦，盡量保持脊椎穩定性同側彎靈活度，防止慢性關節僵硬啦。最終係希望可以減輕個痛症嘅。咁喺成年時期，我哋亦都會做一啲唔同嘅運動啦，包括側彎嘅特定嘅伸展運動啦，同埋維持脊椎靈活度啊，保持肌肉嘅力度啊，同埋個核心肌群嘅強度啦。我哋好強調個核心肌群嘅訓練嘅，因為我哋成個脊椎骨就係靠個核心肌群去幫我哋撐住嘅。當你唔夠力嘅時候，你嘅姿勢差就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就好快咧會出現腰背痛㗎啦。咁去到老年時期咧，其實你嘅姿勢失衡係令到你嘅平衡能力更加差嘅，會令你更加容易跌嘅。所以我哋亦都會透過唔同嘅運動去盡量減輕呢樣嘢。跟住去到老年時期，我哋最常見嘅就係腰背痛啦，睇得最多嘅就係腰骨痛啦。咁坦白講，有脊椎側彎嘅患者同冇脊椎側彎嘅患者，個腰背痛咧係難醫好多嘅，因為佢嗰個根源喺度，佢個側彎喺度係攞唔走嘅。所以咧係比較困難嘅，即係要保持得好。咁點解今日會除咗講喺發育緊嘅脊椎側彎我哋嘅治療方案，會講埋成人同埋老年咧？其實係希望大家了解多啲嘅時候咧，為咗日後嘅日子係少啲出現呢個腰背痛嘅問題啦，個挑戰細啲，即係少啲嚟見我哋嘅話咧，咁今時今日就要盡量做多啲運動，帶多啲支架，希望可以增加大家喺呢一方面投放嘅時間，希望可以俾多啲動力俾大家嚇，多謝。